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现在轮到万科要清盘了。当然了，说万科清盘还言之过早，但是趋势就是这么个趋势。自从融创被信达在香港提及清盘澄清以后，这万科现在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这个万科自从股债双杀以后，不光是国内在关注，全球知名的这些机构都在关注万科。为什么要关注万科？因为万科比恒大更有代表意义，就是万科它代表了房地产里面咱们的房地产企业还算是好的优等生，也就是优等生你救了3年他活不了的问题在哪？那许家印、恒大你可以说许家印是叫盲目扩张，融创你可以说是孙宏斌是赌徒，碧桂园你可以说他是高杠杆。到了万科这儿，万科人家可是18年、17年是吧？差不多10年前就开始喊让万科活下去，年年预警、预量，一天到晚的预警，小心翼翼，至少给人感觉是这样。他合着都活不下去，那问题还是房企本身的问题，甚至还是房地产这行业的问题吗？万科被曝没有资金偿还2025年的到期债务，这个外媒分析，海外机构这些专家认为，这个万科因为债务危机无法在今年生存下来，原因有3个，一个是50亿美元债到期，万科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第二个是现在国内消费者心态变化，不再关注万科，消费者可以从其他开发商找到更便宜的房屋；三是主管部门态度，说是否还坚定认为万科足够重要，值得继续提供援助。大家看视频。So, Paul, on its own, the market consensus is that China Vanke cannot survive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t's facing a steep maturity wall. About $5 billion US dollars of corporate bonds will be due sometime this year, versus just over $1 billion last year. And Vanke doesn't have enough cash to cover short-term debt as of last June. So now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Beijing still considers this company to be important enough that it will keep helping coming to its aid. And I'm afraid that the industry dynamic has changed a little bit since last year. I mean, these days, consumers in China, they have already faced a new pecking order. If they want to go to the primary market and buy brand new apartments, they will go to state-owned developers like China Overseas Land and Investment. And they can also dabble into the secondary market, buying existing homes, which are a little bit cheaper. So at this point, versus 1 year ago, people don't really care about当然了，外国的机构他的看法也只是一个参考。我在恒大暴雷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融创、碧桂园、万科、保利要排队暴雷啊，一个一个的不着急。原因就是韭菜再也买不起房了，能买得起房的韭菜越来越少，后继无人。韭菜为什么买不起房？为什么买得起房的韭菜越来越少？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只要韭菜买不起房，你怎么救房市都只是延缓暴雷，只是把这雷往后推。你越往后推，那韭菜不是越买不起吗？因为往后的韭菜人都少了，咱们人口出生率在下降，这个大家想一想就能明白。你万科今年要活过去啊，那你25年的销售要超过24年，而且还得大幅提高，这样你的经营性现金流还有利润指标恐怕都能改善，主要是经营性现金流能够得到改善，那你就必须要加大销售回款。大家想想可能吗？25年你要让万科比24年卖的还要多得多，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韭菜25年收入突然提高了，突然有好多韭菜买的房，这种可能性大不大？也就在这2天，碧桂园的化债方案也出来了。首先我们不用看那么多怎么化的债，只要是化债方案，无非跟融创一样，就获得了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融创揣了2年，还是被他的这个小甜甜信达提起这个破产清算。那碧桂园的化债方案思路就这么个思路：一展期，2债转股，3展期加债转股混合方案。你只要是化债就这3条路。展期什么意思？现在要钱没有，2年以后给你第一笔钱10%，剩下的90%你想拿完再花10年，1年给你一点，大概这意思啊。我们不要去仔细研究，它这叫展期，叫化债变成分期付款。有的说那就因为这个展期还是要还钱的，那对碧桂园来说压力还是很大，他每年都要还钱，那他肯定得想办法
把一部分债给你转成股，咱们一起共进退，向这债权人发行股票，类似这个意思啊，或者是在其他的平台上面去发股票，承接他的债务，把它变成股份。那很多债主他就不愿意了，这转股的恐怕就是少数，那更多的恐怕采取这种展期加转股，一部分展期，一部分转成股票，最终结果跟融创是一样，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甚至我觉得碧桂园比融创还要惨一点，就是融创老板孙宏斌他还是有些眼光，所以他选的那一盘他都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上海的什么融创城还是什么开盘200亿秒光日光盘，虽然那个盘后来被别人接走了，但那至少说明孙老板他有眼光。而融创碧桂园他资产他的项目更多的在3线、4线城市，在县城里面，那怎么卖给谁去啊？不太好处理。所以2025年一开年，这才10多天，对房企来说就是噩耗一个接一个，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雷声滚滚，对吧？知名房企都遇到生死局，世茂集团也已经接到了清盘申请。本来房地产行业认为这个至暗时刻已经过去，结果2025年年初它又卷土重来，地产行业厄运呢再次光临。不过也有好消息，财新网报道说，信达系设立200亿元纾困基金，拟投资问题房企与问题项目，全国性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房地产风险处置工作已逾3年。1月9日，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新盛力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房地产行业存量资产纾困盘活基金。信达出手来给房地产行业这个问题房企还有这个问题项目纾困，来了一个活菩萨。但是事情远没那么简单，这个信达是做不良资产，他专搞什么临终关怀，那前几天刚把这个融创送上断头台，破产清算，今天要大发慈悲，说要给这问题房企问题项目要纾困，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对吧？今天是小甜甜，明天就是牛夫人。我们再看条新闻，这个就真叫狗血。彭博社报道说，赞比亚证监会因渣打银行涉嫌不当销售中国房地产债券而对其实施制裁。你说咱们这个房地产已经祸害到非洲去了，非洲兄弟都受我们房地产暴雷影响，渣打银行这么冷，把咱们房地产的债它能卖到非洲去，这怎么回事呢？报道说，渣打2022年3月给赞比亚的有钱人推销中国远洋地产的债券，结果1年以后远洋地产暴雷了啊，债券一文不值，没钱兑付。那赞比亚证监会认为这是向客户隐瞒了重大信息。这非洲人也不是吃素的，不要以为非洲人好骗，人家证监会还真干活呢，是吧？因为2022年2月是3道红线之后，中国开发商都开始暴雷了，投行还敢图佣金卖债券。恒大是2021年9月暴雷的，这个投行真可以。2022年这恒大暴雷半年以后，他还在往非洲卖这个房地产公司的债券，这真是赚钱不要命。而且渣打还使用了排除性合同条款，这意味着客户要对风险承担全部责任，这违反了赞比亚的证券规则。但是目前还不知道监管机构计划对渣打银行施加何种处罚。不过渣打去年11月宣布考虑出售其赞比亚、博茨瓦纳和乌干达的财富和零售银行业务。该银行在赞比亚运营近120年，渣打居然在非洲运营了120年，该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你说咱们的房地产这造什么孽啊？把人家已经开了120年的银行给祸害了，是罪孽深重。目前该公司正在减少其在非洲的整体业务，并在过去几年中出售了其坦桑尼亚业务以及位于安哥拉、喀麦隆、冈比亚和塞拉利昂的子公司。你看看这都是什么国家？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这非洲这些人钱是怎么来的？有钱人，非洲那么穷困落后的地方，他拿得出美元？你不可能拿这个你自己国家的货币买，没有意义。买这些理财肯定是美元。这非洲有钱人不知道哪来的美元，买了大量的远洋的美元债，给人感觉是不是像黑吃黑？也就是非洲你那些军阀，那有钱人，那反政府武装，那钱不知道从哪来的，他们辛辛苦苦啊打劫来的钱，就这么让中国的房地产公司给打劫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再看看这个海外机构也怎么看待咱们经济，还有咱们的房地产。摩根士丹利他最近的这个研报结论是认为中国经济在新一年里运行不佳。摩根士丹利预测2025年中国实际 GDP 增速4%，主要因为 PPI 仍然处于通缩状态，楼市调整尚未结束，就是2025年房地产销售会继续下行10%左右。
这个说10%下行，我们没有感受，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但是对开发商来说，那就是要命。刚才都说了，万科你要活下来，你这比2024年卖的多得多才行。结果你整个的市场在下行10%，在这个下行市场里面，它还要逆风飞，这种难度是超高的。瑞银怎么看待咱们的这个形势？根据瑞银集团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观点，货币政策或有30到40个基点的降息以及降准等措施，以增加流动性。尽管存在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增速仍可能维持在4%左右。2025年房地产投资降幅可能收窄，制造业或将分化，而政策加码可能成为重要增长点。他说，自9月底一系列房地产支持政策出台以来，市场出现回暖迹象。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销售可能企稳回升，至年底价格及新开工也将随之改善啊。这个瑞银总体上还是偏暖，不像摩根士丹利。那联合国怎么看呢？说联合国预估今年全球经济增长2.8%，中美增长放缓，也就是中国和美国都放缓了。联合国最新报告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维持在2.8%，与2024年持平。受美国、中国两大经济体的拖累，报告称，由于劳动市场转弱和消费者支出放缓，美国经济增长幅度预计将从2024年的2.8%放缓至2025年的1.9%。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估计为4.9%，今年将为4.8%。其中，公共部门投资和强劲的出口表现将部分抵消消费增长低迷和房地产行业持续疲软的。也就是联合国认为咱们今年是4.8%，也比去年就少了0.1%。就是联合国对咱们的经济预测还是偏暖，他还认为我们的出口恐怕还要增加，来抵消这种国内消费的疲软。这个都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实际上又是彭博社的小作文、小道消息。这个实际上形势还是不太乐观。这彭博社说，美国这个小院高墙，现在是往高里砌，是往严里防。说据悉，拜登政府还马上要发布一个新的制裁措施，它的芯片出口要新的规则，它这个新规有可能本周五发布，对它的出口客户对象设立3个层级，每个层级有不同的限制措施。第一个层级是美国的少数盟友可以不受限制的获取美国芯片，这几个国家有名单，具体哪几个国家也没说，就这些国家可以不受限制从美国拿到芯片。第二个层级，这个国家和地区将面临以国家为单位总算力限制，你这个国家总共的算力给你限制在一个什么水平上面，不超过这个水平，你就能从美国买芯片，超过了就不卖了，也就是保证你这国家自己用，给你限制一个水平。第3层级的国家将被全面禁止从美国进口芯片。还有说法说，英伟达的 AMD 全球禁用只配5万块，全球只有5万块的这个份额。也不知道彭博社这个消息来源可靠不可靠啊？如果美国拜登临走的时候来这么一招，那这个确实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啊。所以说2025年才开始10来天就进入了地狱模式啊。这轮经济周期这个下滑，不光房地产不行，实际上大家都看到了很多行业肉眼可见无可挽回的在下滑。你比如说豪车、钢琴、名表、奢侈品、红酒、红木家具、古玩字画、翡翠玉石都是直线下降。这些曾经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趋之若鹜追逐的东西，经济形势一不好，这些首先扛不住，因为它不是必需品，它们自身由过去遭到爆炒，它本身就有价值回归的这么需求，再加上它又不是必需品，所以它这个行业就会叫自由落体。咱们就说以名酒为例，马上就春节了，晚年这个时候那白酒都是在涨价，但是你看1月12号今日酒价披露，批发参考价显示1月12日24年飞天茅台原箱报价2240元每瓶，较前一日下降20元。24年飞天茅台散瓶报价2220元每瓶，较前一日下降10元。离春节不到半个月，对吧？茅台价格它没有涨，反而在下滑。在晚年春节不消费旺季，这是难以想象的。我记得10几年前应该有10年了，至少我在深圳的叫山姆买了2瓶茅台，居然还没有53度的飞天，只有38度的飞天都买不到，就山姆都买不到，就可见它多么紧俏。只有38度的，我印象很深刻。你看现在它价格还在下降，不光是茅台啊，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北京的12月，它的下降最快的是什么？居然是食品烟酒，也就是烟也在下降。这样还怎么拉动内需？还怎么促消费？今天晚上我看到2篇介绍西安楼市的，
这个西安的楼市也很独特，反正全国有那么几个地方，比如说杭州、成都、西安，这地方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也算是区域中心，所以他们的房价走的也比较奇葩，给人感觉他们的房价还比较坚挺，感觉炒房的还挺，或者至少感觉它没怎么跌，实际上已经跌成内伤了。我看有个网友说啊，他说2024年西安楼市分化很明显，他说西安楼市的雁塔区房价跌的比较多，从 1.9 万跌到了 1.7 万，跌没了2000元，这个跌幅超过了 10%， 而西安的高新区和曲江都是属于在雁塔，所以当雁塔房价跌这么多的时候，也意味着高新曲江房价跌了很多，也就是西安的高新区曲江恐怕房价也在跌啊。西安楼市的莲湖区和新城区房价都是从 1.2 万跌到了 1.1 万，跌没了1000元，这两个也是老城区，我记得陕西省政府在新城区吧。西安楼市2024年平均跌幅在 10% 左右，进入到2025年以后，西安楼市二手房压力只会更大而不会减弱，因为现在西安楼市还有大量的新房楼盘，新房库存量越来越多，而西安搞出来大量的第四代住宅，这些房子都会影响到西安楼市。实际上西安2024年如果只跌了 10%， 那还算是可以的，没跌多少，意味着就是2025年跌幅的可能性会加大，也就是说它刚开始跌。还有一个介绍西安的楼市的，他说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21年到22年西安楼市最后疯狂的时候，有中介炒房客疯狂预言说26年之前西安房价将达到7万、4万、2万的暴击格局。同时21年政策调整，谨慎看空的人必会因为西安房价暴涨付出惨痛代价。你看这个都是在中介在以前忽悠你买房的时候疯狂的在这样宣传，就像现在很多炒房客那些中介媒体宣传的一样，说哎呀放水，国家一放水那房价就得暴涨，就这个时候还在无脑吹房价还要暴涨，你都是些什么人？这文章说时至今日21年、22年在西安无脑高位买房，尤其是买二手房，损失惨重，很多人一朝回到解放前。具体的西安的楼市怎么样，西安本地人自己去感受啊。但是我的理解是，他这不是刚开始，如果你手上有房，有2套房，你最好是卖掉，趁现在价格还可以，你降价给它卖掉。如果没有房的，你打算买房，你现在就应该等一等啊。当然了，如果你有全款，那你可以买早享受，你把它当做消费，你捏个脚不也得花个300-500了，这是消费嘛，你不要把它当投资，你心态摆平了没问题。全款，如果你还要借钱买房，你就等，越等越有利，不要加杠杆去买。西安啊，它是西北的中心，确实有很多甘肃的、青海的，甚至还有河南人喜欢跑到西安去买房。西安它的教育、它的医疗条件在那附近那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经济形势在这儿决定了它的价格撑不住。西安有什么产业呢？西安这个民企好像也不怎么样，西安更多的是那种军工、航天什么这个飞机，可以说经济活力快赶不上合肥了。如果你是在体制内或者有编制，那你在西安没办法，否则建议你应该往东部、往长三角、珠三角转移，尤其是年轻人还没有成家的，你有选择余地，去深圳、去上海。总体上，西安经济活力还是不够的，跟东部一比还是差很多。当然了，比东北要好这个是仅供参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